怎么又是死人了？刚才看到那些坟，应该是新坟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坟土还没有干，所以应该是新坟。那个女人好像是新娘，看她哭得那么惨，我想死去的应该是新郎吧？没错，没错，各位客官说的没错。昨天晚上，一对新人刚刚入洞房，一进洞房，新郎官就被杀了。啊！哎呀，这已经是第3宗了。第3宗？是啊。这福仙镇最近半个月以来，一直闹女鬼，而且这个女鬼专门杀新郎官。哎，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尸体啊，就是被女鬼所杀的。这女鬼为什么要杀新郎官啊？据说啊，这个女鬼前世成婚未成，所以冤魂投胎作孽。她痛恨人家成亲，就把人家新郎官给……哎呀，要是这样下去啊，这福仙镇就没人敢成婚了。那为什么不报官呢？报官没用，那些个捕快只会抓人，不会抓鬼。所以说，在这里成亲啊，早晚都会中那个女鬼的魔咒啊。德旭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接手。这里距离朝歌山幻雨石窟还有多远？还有100多里。这世间并无鬼神之说，我倒是认为并非女鬼所为。这女鬼只怕是武功高强的人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老百姓误以为是女鬼。我们4个人分头行动，追查女鬼的线索。好，我们先杀了女鬼，然后再去朝歌山。好，那我们准备一下。相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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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。为了一个男人就不想活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哼，世间痴情的女子实在是太可笑。太愚笨了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杀了我相公？你连我一起杀了！哼，我不会杀你，我要你活在这个世上，我要你尝到失去爱人的滋味，我要你痛苦一生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痛恨天下的有情人，我要你们没有好结果，我要你们痛不欲生。你这个女魔头，你这个女鬼！相公，相公！奇怪。这条路上怎么这么安静啊？想找个人问话都没有。这女子行踪诡秘，貌似内心有鬼。等我读一下她的信。装神弄鬼，女鬼的事是不是和你有关？胡说八道！娘，
陌上草离离，故人归不归？还给我！你竟然敢撕毁圣夜神教的圣物，我们圣教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没事吧？冷大哥，这画上是我娘。陌上草离离，故人归不归，这是我小时候我娘让我背的词句，绝对错不了。冷毁山，怎么了？这是我父王的名字。你父王的名字，怎么会在这画上呢？我父王的名字出现在字画上，莫非他们相识？那他们是什么关系呢？我在想，这幅字画怎么会在那个西域女子身上？她现在是我们唯一的线索。找到她，或许就可以找到我娘。老板，哎，客官来了。听说你儿子成亲当晚被女鬼杀了，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客官，吃饭就吃饭，不要妨碍我们做生意啊！老板，我们就问了你一个问题，告诉我们呗。老板，我们是好心帮你。我告诉你们有什么用啊？那女鬼神出鬼没的，福仙镇的捕快也无可奈何。要想拿她，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！老板，我跟你说，我追命是不怕鬼的，他们最好是一个一个。哎呀，老板，牛肉每人1份，酒每人半斤。想活命就赶快把酒菜拿上来。哎，来了！哇，你看他们，奇奇怪怪、装神弄鬼的。哎，你们说，会不会就是他们杀了他儿子啊？厄齐娜姑姑，这人口出狂言，留不住了。既然他们那么喜欢看，就先去了他双眼。是。慢着，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好不好？你们看看你自己，穿成这个样子，蒙着面，还每人一把刀，不看你们才奇怪呢，对不对？按照你们这样的说法，岂不是每一个看你们的人都要变成瞎子？岂有此理！你们3个竟然如此狂妄！是你们引人注目，还想要挖人眼睛啊？臭丫头，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！厄齐娜，厄齐娜，圣女画像被人抢走了，谁干的？他们一男一女，见了面我能认得出来。我们走。哪里跑？刚才就是在这里，圣女画像被夺走的。那个男的武功高强，我们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这2个人什么来路？为什么要抢走圣女画像？厄齐娜姑姑，找到了吗？我们分别在东西2边找，都找不到。继续找。是。去那边看看。你老实说，钱呢？我没有拿你的钱，别啰嗦，拿出来！我只是一个书生，我怎么会做出这种违反孔孟之道的事呢？饭店里刚才就你一个人在，我一转身，放在抽屉里的10两银子就不见了。你说你没拿，你告诉我谁拿了？老板，我看这小子不打是不会说实话的，我打死你！住手！明明就是你们不对，还想动手打人。嘿，哪来的野丫头在这红口白牙说瞎话？厄齐娜，就是那个男人。说话可是要有证据的。像，真像。动手吗？不。我跟你说，我这饭店都开了这么多年了，今天你要拿不出证据，就别想活着离开这福仙镇。这丫头怎么会知道我讹诈这个书生？这书生结账的时候打开包袱，在我们面前漏了财，他活该倒霉。你们分明就是在这位书生结账的时候，看见他包里有钱，就动了歪念头，想要讹诈他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个笨蛋！你怎么实话说出来了？哎，真够黑心的。你先走吧。谢谢姑娘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哎，老板。哼，
没看出来，你还挺厉害的。你才知道啊！走。厄齐娜姑姑，你们两个去暗中跟踪他们，看他们住在什么地方。是。厄齐娜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刚才我们为什么不出手助他们？看你们往哪里走！你们到底想怎样？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你们就想逃跑，太不把我们三个放在眼里了吧？你们要查什么？那些新郎官是不是你们杀的？真为你们感到羞耻。那些新郎官根本就不会武功，你们也下得了手？休得胡说！这镇上女鬼杀人案跟我们无关。既然无关，为什么一看到我们就跑？分明就是做了亏心事。我看你们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蚕丝有毒，这是金蚕。如果你们一动，这个蚕丝就会进入到你们的体内，连毒也会一起进入。我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为什么要下此毒手？我们只想查证案子，没想到你们居然用烟弹对付你们这样的，用毒正好。劝你最好别动。这半个月的女鬼杀人案是不是你们干的？我们早就说过了，女鬼杀人案跟我们无关。星月，不要再跟他们纠缠，去找圣女，不用管我，要杀要剐，随便他们。圣女，这事与你无关。你们蒙着面纱，就是不想让人认出真面目。再不老实说，我就过来挑开你们的面纱。别过来！你要是敢过来，我就咬舌自尽。圣月神教女人的真容，岂能随便给你们看？依依，松开金线。我们的事情还没问清楚呢。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坏人。我们走。是。唉，如果不是他们干的，那个女鬼到底是谁？
无情公子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个女鬼如果是人，她的武功一定极高。你不会武功，跟我一起查案，我怕你会遇到危险。你千万不要为我担心。小时候，族里长老给我做了符，说我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逢凶化吉。是慧兰姐姐的叫声。你到底是谁？姐姐，慧兰姐姐。无情，别追了！慧兰姑娘，太可恶了！对一个不会武功、手无寸铁的人，都会下这种毒手。我觉得那个女鬼有点眼熟。你认识她？我不敢肯定，是不是她？你受伤了？只是小伤，不碍事。你刚才不要命的跟那个女鬼打，用这种方式来查案，很不对。我一直都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是否因为得不到想要的感情，就打算连命都不要了？你想的太多了。不是的，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刚才要不是我叫住你，你追过去那样会很危险的。要是你回不来了，那是不是就一了百了了？有些事情不要想得太复杂。我们去找冷血他们吧。恭迎明幽仙子。明幽参见王爷。好，武功非凡，好一个明幽仙子啊！自从诸葛老头查封了安王府之后，我们就来到了这明幽山庄。你可否知道本王无时无刻的想法？明幽知道。楚离墨一次次地破坏本王的计划，你必须要把他给我抓回来。楚离墨不仅是王爷的仇人，也是明幽的仇人。至于你那万般钟爱的冷血，冷血跟明幽早已恩断义绝，明幽只会忠于王爷。好，本王在想，你把楚离墨抓回来，他的男人
一定会来救的。我是担心你，担心你一见到冷血还会动情。王爷放心，明幽早已断七情斩六欲，就算再见到冷血，也不例外。你记住了，服了续我心弦，必须进入一个忘情境界。只要断情断欲，你的功力自会增进100倍。可是，一旦动了情，你会受尽心痛的折磨，到时候你会痛不欲生，直至心脉断裂而死。明幽知道，我和这女鬼交过手，这个女鬼武功高强，我没有抓到她，让她跑了。刚才好险，那女鬼的武功不在武清公子之下，她手臂上的伤就是被女鬼所伤。武清，你跟她交过手，她是何门何派，什么来路？坦白说，她像是一个我们相识的人。相识的人，像谁？姬瑶花。不会吧？姬瑶花怎么可能是女鬼？姬瑶花自从那天被安世耿带走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下落了。姬瑶花已经投靠了安世耿。如果这个女鬼真的是姬瑶花的话，那么安世耿必定在此地。她是不是姬瑶花，我不敢肯定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她的真面目。要不然，我们引蛇出洞吧。你是说，我们找人假扮新郎，假成亲，然后引女鬼出现？只要她一出现，我们就会知道她是不是姬瑶花。那我们谁来做这个新郎官呢？干嘛看着我？我不行，除非紫罗公主做我的新娘。哎，你们俩坐。你愿意吗？扮新郎啊？我又不会演戏，肯定会被女鬼识破呀。我看还是无情跟暮雪吧。虽然是假成亲，但是我和暮雪……哎呀，别搞得这么尴尬。既然我们3个都不做，这责任就落到你们2个身上了。对啊，你们本来就是一对，成亲也是迟早的事。也是啊，况且冷血早有婚约，这次跟林墨假成亲的话，也许皇上的赐婚就有转机了呢。对呀，如果你们2个在生米煮成熟饭，我的紫罗公主就不会惦记你了。那就这样决定吧。林墨，我是担心这样会太委屈你。没什么，我们都是神侯府的捕快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那好，我们就看看这个女鬼到底是谁。鄂七娜姑姑，撕毁本门圣女画像的女子住在福仙客栈，但她身边那个男的武功远在我们之上，要想把她抓住，恐怕不容易。我们还听到他们说，什么读心术世家、西域之类的。如果猜的没错的话，她可能是我们上一任圣女的女儿。本门圣女的女儿？对，第一次见她，就觉得她跟本门圣女卞红药很像。在饭庄门口，她又用读心术揭穿了黑心老板。照这样看来，她懂得读心术，那一定是本门圣女的女儿。这应该是天意吧？上天让我们找到她，来帮助我们中兴圣月神教。娘，都说母女连心，你的画像突然出现，是在暗示我，你就在附近吗？我真的好想你。又在想你娘了。我真的好想我娘。我刚在想，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成亲了，我娘在旁边看到，她心里一定很开心。但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娶你为妻，你会开心吗？那如果不是为了要演给女鬼看，你会娶我为妻吗？
这个问题好像很难，可能不会吧？口不对心。那我现在在想什么？不知道。等我们找到你娘之后，再替我狼族报仇。我要娶你为我的妻子。李默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冷血又对我有兄弟之情，我不能再胡思乱想，绝对不能。你们是谁？你没必要知道。福仙镇女鬼，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你不用管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走。无情公子。别追了，你刚受了伤，怎么还要这么拼命？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放开我，我要去查案。你还要横冲直撞多久？你要麻木痛苦到什么时候？你用这种方式来逃避失去爱人的痛苦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去想如烟，不去想黎墨了吗？我没有想到，你情到深处竟会如此的偏执。捕快查案，首先要顾及自身的安危。你每次都如飞蛾扑火，那下一步是不是就算烧成灰，你都在所不惜？这是我的职责。职责，这些都只是你的借口。如果刚才你死了，那个凶手他只会更加的逍遥法外。我的事不用你管，我偏要管。你心里想什么，我一清二楚。如果你丢了性命，你就可以不用再为情所困，可以光明磊落的因查案而殉职。其实，所有人都不知道，你内心深处是为了逃避感情的空虚和伤痛，故意寻死。你走。我的事不用你管，我做什么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你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清醒？在我们清河族里，寻死都是懦夫的行为。堂堂4大名捕之一，居然是一个懦夫，完全被感情牵绊。难道你跨不出这牢笼，逃不出这感情的枷锁吗？你不是我，你根本就体会不到我的痛苦。每个人都有痛苦的过去。我的兄弟当日被我二哥所杀，他们活活的被烧死。每当午夜梦回，想起他们，
想起在青葛部落的日子，我也痛不欲生。死并不是一件难事，难的是怎样忘记伤痛。我一直慢慢的给我自己疗伤，让自己走回常人的路。这一切都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我知道，你因为感情失落，所以你自暴自弃，行尸走肉。我以为你会慢慢改变，可结果你令我很失望，我真的很痛心。感情失去了就是失去了，得不到的感情也不该死命纠缠。如果你连感情这关都过不了，放不下，那你这一生就只会活在痛苦之中。就算不珍惜自己，不在乎自己，那你应该学会珍惜你身边的朋友，在乎和你同生共死的兄弟。假如刚才你真的死了，你的兄弟会为你感到难过，身边的人都会替你感到可惜。藏在心头的感受，想对你说，但却从未说出口。我只能够为你默默付出，不在乎拥有。错再多，我总觉得不够。穿过整整的哀愁，思念的人看你背影远走，听离别的歌悠悠唱着往前走，别回头，看不到我为你消瘦，不忍看爱恨重重的尽头。哇，你们两个吃饭都不叫上我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做捕快真的很辛苦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吃好一点，吃好一点就对身体好一点，对身体好一点呢，做捕快就有精神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你们两个不说话，吵架了？最后。我忘记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办，你们两个慢慢吃啊。吴晴，你刚才跟穆雪像贴错了门神一样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啊？喂，我跟你说，男女吵架是一场恋爱的开始。你胡说什么？如果不在乎对方，为什么会吵架呢？更何况，你们吵完之后，又这么平静的在一起吃饭，这代表穆雪并不讨厌你，否则她早就溜走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最重情义，经历的事情太多，心中充满苦涩。
别说了。哎，人活着要吃饭，不能靠回忆度日子。说完了吗？我说完这一次就不会再说了。有些事情旁观者清，我看得出来，暮雪对你痴心一片，佳人难得。走了。想活命的跟我走。李牧，是你，我正想找。你放开我，我不会走的。我有事要问你。你先让我弄清楚一些事情。画里那个人，你认识画中的人？她是卞红药，她是我娘。沧海月明，蓝田月暖。你真的是卞红药的女儿？你认识我娘？我只知道她叫卞红药，但是阿启那认识你娘很多年。恭迎圣女回圣月神教。你们都干什么？都起来啊！属下不敢。什么圣月神教，什么圣女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你们一定是认错人了。没有认错，你娘卞红药是我们上一任圣女。我娘明明是读心术世家的传人，怎么会变成圣女呢？读心术世家就是传说中的圣月神教。教中圣女世袭制，你娘当年不接受你外祖母的安排，一个人偷偷跑了，一跑就是20年。阿启那和我们一直在找她，并没有找到她的下落。可现在你外祖母已经去世了，现在只有你回去接任圣女之位了。你们都先起来说话吧。多谢圣女。我不管什么圣女不圣女的，那我再问你，画面上的落款人冷混善跟我娘是怎么认识的？这个我不知道。我们的任务只是找圣女。皇天保佑，我们终于找到圣女了。圣女继位后，你娘就是圣姑，你就是新一代圣女。走，跟我一起回西域。回西域？圣月神教教众等着圣女回去。自从圣姑跑了之后，圣女一位一直悬而未决，所以你必须跟我们回去主持圣月神教。我不回去，我还去找我娘。你做了圣女之后也可以找你娘啊，这并不矛盾。到时候你可以出动教众一起找你娘，人多力量更大。我才不想当什么圣女呢，反正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圣女，你必须跟我们回去，这是圣月神教总坛的命令。你放开我！李牧，冷大哥，冷大哥，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？你们到底要干嘛？不管怎么样，圣女，我求你跟我们回西域。圣女，楚林墨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圣女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刚刚跟你们说过了，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圣月神教群龙无首，圣女一定要以圣月神教为重。你是读心术世家的唯一传人，你必须回去。我对圣月神教一无所知，我怎么可能跟你们回去呢？圣女执意要走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不要！不要伤害他们，他们都是圣月神教的人。我娘曾是圣月神教的圣女。我们走。我们该怎么办？必须带圣女回去。